镜头转来看国内，花莲有原住民涉嫌非法摕到改造长枪甲脚枪，就人做伙去国家公园刺枪、写告示牌、写杯子，甚至佮甲过程拢铺伫咧网络。警方拢总有抓到4个嫌犯，依照违反野生动物法甲枪炮弹药管制条例等等的罪嫌来甲因上班。 枪声一声煞一声，半暝拢是枪声。一个人向告示牌射击以外，佮将野生动物作弊，为此被射杀。毋过做出安尼行为，因不知无反省，反倒来正骄傲，将飞枪过程抛上网络，遭到民众告发虐待动物。走出来，快点！走出来，快！我们快点，别浪费时间啊！ 警方接到检举，伫花莲新社顺线抓到人，原本有原住民伫网络可人找同好刺枪，只是经过园境调查，查到长枪甲蜡枪2支拢无申请，也就是非法，甚至佫违法加工改造，就连刺枪地点拢伫国家公园内底。 告示牌顶悬拢是枪支空，代志发生伫中怀公路大八线顶悬，这群人伫半暝走去八线之桥开枪刺火力。警方调查，这2个查甫人有改造枪械，讲是厝内底是大人有的，因为真好耍，才会找人刺枪。本局刑大2月下旬全国数枪扫黑专案，查获非法持用改造猎枪2支。 包含提枪的查甫人在内，警方陆续抓4个涉案的嫌犯。专案调向枪炮弹药管制条例、野生动物保护法、加恐吓公众等罪嫌，移送检方爱情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